这波冷气团真正冻一骨，这气象署也表示讲，连台北、连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都有机会落雪。另外，疾管署也提醒讲，流感的疫情当天加悬，这礼拜有可能会进入流行期。北台湾的天气是真湿阁真冷，强烈带着冷气团路南。气象署预估中部以北含宜兰地区，对拜日后半天会开始转冷，所来温度持续在降。拜三、拜四会到上低温10度到12度左右，感受是规天拢湿湿寒寒，一直到拜五影响才减弱。另中南部各地高温是降3度到4度，日是有机会出现好天气，嘛要注意日时暗时的温差。这一波因为受到云量比较偏多，辐射冷却效应其实比较减弱，所以说其实在这一波来说的话，大概低温都来到12度上下而已。这波冷空气敢唔够寒流的等级，气象署分析这是湿冷的类型，辐射效应降低有可能未达标。不过嘛是要注意苗栗、宜兰、金门等部分地区可能有10度以下的低温。另外北部、东北部2000公尺左右的关山，和中部、东部3000公尺左右的关山有小可落雪的几率。不过气温一日降落来，病毒嘛会搁较畅秋。就诊人次的部分，上周是来到104000余人次，较前一周大概是增加12% 左右。那在就诊病例百分比来看的话，上周是来到10.3%，那已经慢慢接近我们设定的流行阈值。根据疾管署公布上新的监测，国内流感疫情升起哩，2026年的第2礼拜，流感门急诊的就诊人数突破10万人。另外13到19新增加17个流感并发重症的案例，内面有真侪拢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，有慢性病史的。疾管署提醒讲，到19公费的流感疫苗够15.2万剂，都要过年啊，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紧去做。农历年前，第一个天气冷，第二个大家比较会聚餐、尾牙啦，或者是家族聚餐啦，那群聚在一起呢，互相传染的几率呢就变高了。第一线的医师分享讲，门诊的病人确实是有增加的趋势，包括 A 型、B 型的流感和一般的感冒，即马拢在流行，嘛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